强烈风台把威长的瓦金气象署预估上接近台湾的时间是拜五暗到拜六早。九八安强调，风台假会和北北基头讨论交换意见。台南因控有一个有牌灵宝，敢若甲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击胎，造成脑部灼伤。社会局表示，但司法判决上当会废止伊的牌照。南投民间要去焚化炉，反对团体和警方发生几落界冲突，有6个自救会成员互县政府告，自救会希望司法典现公义，按那环保局也呼吁理性讨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月初8AM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这风台的消息。讲到这强烈风台把威长的瓦金，气象署也预告讲呢，这暗时开始向北，积极风的这个暴风半径已经对350公里扩大到380公里啊。上届接近台湾的时间呢是拜五暗到拜六早。那照目前的推测呢，这中部以北宜兰山区、南部山区就要注意这大水雨。专家也提醒讲，这雨水会真惊人，可能会造成灾害。日头赤炎炎，强烈风台包围将军来到，家人8斗仔渔港出现风雨前的好天，游艇的船主赶紧趁好天气，甲港内游艇钓就花安置，较免死到受灾。包围暗时会转北，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拜五暗时到拜六早起，上我军台湾落雨出色度已经是红色反旧色。那在5的晚间一直到6的白天，是各地风雨影响最大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大雨或豪雨。那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出现。气象专家讲，包围伫初八慢慢的变强，初9下半晡开始，北部、东北部、东部的正方面有可能会落雨，有经山区累积的雨量恐惊会不加多。暴风圈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全台都在它的笼罩当中，将有机会达到豪雨至大豪雨，甚至于超过。敢要大甲地灾，前气象局长陈明典表示讲，应该无人会挑战这种讲法。敢是西北台，伊认为有机会，不过有无同的预报。另外，对台湾的影响也是无确定。若是落山偏北，就影响北部的山区；若是偏南、中南部的山区，嘛要警戒。如果那稍微偏北的话，主要雨区是在桃子苗山区，那可能将连下将近24小时啊，那这个累积量会相当可观。那如果说它再稍微往南一点点，中南部山区啊，阿里山也会有一个主要的下雨区。陈明典表示讲，预报无确定性，要民众有感觉做有效的防灾准备，建议伫有警的资讯，会当按科学的描述转向有感觉的说明，并且用几率来表现无同程度的危害的可能性。气象署讲，包围路径搁在南北修正中，下晡是报讲北无排除会经过东北角登陆的机会，不过目前还佫会变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天要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来看绿岛船帮业者，今早起呢开始疏运旅客，中昼过后所有船帮也拢暂停。物资是赶紧送到绿岛，就是惊讲这风台若一个来，就会无物资。另外，做菜的农民也赶紧挂稻啊，也若伫咧中华复兴的这火龙果和四叶果，等咧收成，农民是赶紧采收。也若讲到这新竹的尖石乡水蜜桃也等咧大出，农民赶紧采收，就是惊讲这风台若到位，就会霜冻了了。风台要来啊！离岛特别早时就开始疏运离岛的旅客。岛那边要封岛啊，一定要提早，今天早上8点半要到。因为这个风台看来真凶猛，即摆提早来进行撤离，未少游客只好来改变行程。另外卖菜卖肉，也有海运业者也赶紧加一箱一箱的民生物资送上船，就惊讲若是封岛，离岛的民众可能会无菜无肉通食。另外伫苗栗挂稻仔机到半暝啊，伫咧挂稻仔。风台要来啊，正是一支稻作要收成的时阵，农民今日心灰安尼乌有气，赶紧来抢收。是因为怕台风来，稻子会倒掉，就会没有收了，没有收入。哦。所以说机器又不够，大家抢着要割啊，所以说连夜要割了，不割不行了。苗栗一支稻作提前来收成，挂稻仔机无够，因为排队要挂稻的农民真多，只好连暗时啊赶紧来挂稻仔。因伫苗栗湾里，七仔已经连续收挂5天啊，农会也配合收挂期，收稻仔航大的时间也配合延长。如果要割晚一点，
要割到凌晨，就事先电话先跟农会这边来联络，我们会顺利让你的稻谷缴交，才不会因为塞车到最后呢，有一些人的稻谷要留在田里面。另外，中华复兴乡正是黑龙果甲时价果收成的时阵，农民赶伫风台来进前，用办偌济算偌济，因为大家大水雨损失已经真大，烦恼即摆风台来损害的更较多。上次的就是好大雨，然后其实田间一直都很湿，然后根一直泡在水里面，他们就没办法呼吸，所以我们这个就比较像是迟滞性的灾损。也伫新竹尖石乡正是水蜜桃大出的时阵，农民烦恼讲强风大水雨会影响产量。趁钱还未变天，赶紧来抢收。农民估计种果子园采收量也无够2成，对着即摆来的风台，损失恐惊走袂去啊！规个产量恐惊会损失将近5成，计小可能起2-3成。记者自综合报道。6月25的时阵呢，落大雨害台北大湖一寡所在地的淹水。今仔日呢，这台北市环保局就赶紧来摒水沟啊，公园处要修剪树啊。另外讲到这北北基桃，敢是有机会来放这风台假呢？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会遵照这标准来决定，也会和北北基桃讨论交换意见。环保局的人员是加强清沟啊，全力做好风台整备。包围风台是冲势正猛，加上进前控制2-5的大水雨，造成内湖部分地区拢淹水。民众拢讲希望卖过淹嘛。这一次该淹的都淹走了，没有什么可以淹了。有清雨大概不会淹了啦。以前有淤积过的，我们也会列为要重点的区域，市场周边、捷运还有百货公司。这一些的区域我们也会做加强的巡检跟清疏的工作。市府唔加大意，完成台北市50个土石流、尖石溪流和地方地的清除工作，嘛针对台北市12个边坡，已经准备人力和设备。顶摆淹水淹到真严重的内湖区金龙里，已经移放150包的沙包，互民众拢总提了。再别阁送300包过去。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主持包围风台整备会议的时阵讲，这摆风台差不多是等于2015年的苏迪力风台，迄当阵路边的墙啊是倒3000多丛，因应强台包围公园处嘛专门来动员。我们现在道路上应该有将近20组的一个工班，预计本周会再完成2000棵树木的一个修剪。包围我台湾是愈来愈近，新北市政府是加强地势较低、较淹水的所在的整备，而且强化土石流尖石区、崩塌地和坡地灾害防范措施。基隆市长谢国良早起嘛到东势抽水站视察抽水站风台整备，要求全面戒备，确保抽排系统正常运作。如临大敌严阵以待。那所以我们连续3天都跟公务处针对边坡抽水站清淤的部分，也请环保局的同仁积极来进行。尤其新北市的山区一样是豪大雨的等级，像我昨天到温仔郡，都是看防灾准备的情形。气象署预估拜5、拜6会是包围风台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各界关注北北基桃，敢有机会来放风台假。根据过去的惯例，我们是在前一天晚上的8点前，我们先跟各县市讨论、交换意见。台北市我们一般还是会以整天为原则，尽量跟基北我是有意。因为基隆市进前才宣布调整大雨停班停课的标准，互外界关注讲，这摆敢会和北北桃是采取无共步的做法。对这谢国良表示讲，停班停课嘛是会和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园市密切来联络，由4个市长做伙讨论，做伙来决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永康有一个有白灵母，敢若甲这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虐待，造成伊脑部灼伤。那台南市社会局表示讲，若从法院判这灵母确实有虐待婴仔，就会甲伊托育人员的资格废止，而且规世人拢袂当搁再做这托育相关的行为。在去年114年12月，台南永康一个有领合格证照生康的年母，开始居家照顾4个月大的查某红婴仔。但是在今年1月，查某红婴仔的妈妈要甲查某红婴仔接回去的时阵，发现伊肚边的喙皮和大腿拢有乌青。2月7发现伊肚边的下头嘛乌青。没想到2月7日，查某红婴仔接到年母的电话，到场看到家己的囡仔已经规个软去，目睭掉掉，较紧送去城大病院急救。病院诊断伤势真严重，捌伫无同时间受到真侪摆外力的伤害。研判受到儿少虐待，通报疑似重大儿少保护案件。在接获通报后的第一时间，即派员陪同家属进行笔录，也立即要求康信涉案人员即刻起停止新收托，以确保幼童安全无虞。
台南检方照对未满7岁的人实施虐待罪嫌提起公诉，若非判定年某确实有虐待囡仔的行为，台南市社会局会照《儿少法》第97条的规定，采取犯罪人上重的罚款，嘛会公布名，而且废止托育人员登记证，因终身袂当搁做托育的服务。因为已经要上班了，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去找一个可以收他小朋友的保姆去，变成说有一些可能不怎么可以的保姆，那也只好说就先放他那边。台南市去年底联网大区嘛传出有托育人员扣渡囡仔的事件，少年所的事件，互有囡仔的民众是真烦恼。绝对是自己照顾的，真的没办法也会找自己的亲戚，或者是自己信任的人比较放心。你像是市政府的还是合格的保姆，那个也是有很多败类。年某职业工会建议讲，上好是熟识朋友来介绍年某的人选，还是问托育中心和年某的厝边，探听年某平常时的做人，落尾观察囡仔和年某之间的依附和互动，对正在面向来判断，才当找到适合的年某。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出现做这假证件集团涉嫌做身份证、居留证，抑个照顾服务员的结业证书，被互伫咧台湾失联的移工。这嫌犯呢是挂羊头卖狗肉，用这蚵仔煎蛋暗砍非法来遮交货。目前有抓到台湾人外籍配偶，抑个失联移工等7个人，虽然有甲因判刑4个月到6个月不等，但是拢假罪。移民署的人伫咧台北甲新北足侪所在，上时展开查缉，甲秘伫台湾做假证件的集团抓起来，抓到的7个嫌犯有咱台湾人、外籍配偶，还有失联的移工。查扣证物毋但有切纸、印刷的假丝，上关键的是查扣到真侪张假证件。台北市专勤队的调查，涉案做假证件集团做的3大证件，有咱台湾的身份证、居留证、甲照顾服务员结业证明书，每一张拢收5000块到1万块。为112年开始2档的时间，有60个人买，其中印尼籍失联的移工占较大面，不法得利超过50万。越南籍移工组成的犯罪集团，将租屋处变成伪造居留证的工厂，透过社群平台招揽买家。利用蚵仔煎摊位卖蚵仔煎，也卖证件来躲避查缉。非法集团的嫌犯犯户籍法定罪，共判4个月到6个月。暗过假证件入去市场已经足侪档啊。目前有真侪失联的移工，摕假证件伫台湾拍走。加啦！早前国内特捌掠过同款的不法案件，同款嘛是锁定失联的移工伫咧卖，为制造到假证件。服务是规套的，迄时阁有34个外籍人士用这款无合法的手段摕到工课。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打黑工，他们其实心里也是很坎坷啦，有点算是要买一个身份，让自己本身比较心安。还有他的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需求，因为他在台湾薪资水平比在他们自己的当地高了很多倍啦。国内失联的移工到达超过9万人，而且有增加的趋势。专家就分析，真侪失联的移工用真侪方式，拢是为着要继续留伫台湾趁钱。不过国内已经出现失联的移工和犯罪集团利用的状况，就惊变成是社会的问题。要安怎应用，相关的单位就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29岁查甫人，对今年3月底开始连续5届伫凤山林园大寮地区叫计程车甲载，再去试计数。落尾呢，拢无买纳钱，找一个理由让讲，一直到上尾一届呢，伊叫车坐到凤山，要用同款的步数逃窜，运将随界突破，拄好有警察巡逻到位，坐车唔纳钱的代志才来逼空。即马检方也依照诈欺得利罪，甲人起诉。你认车吗？伊坐车来遮，伊也无一钱我。看到警察巡逻经过，现场的计程车运将紧随环境来到三江，因为姓林的查甫人伫凤山界叫车，一路坐去大寮，搁坐转来凤山，车主拢总501，姓林的查甫人煞讲身躯顶无炸钱，爱登去摕，运将感觉代志无对当，无爱放伊走，拄好有环境巡逻经过，不过安怎问姓林的查甫人，都是无买付钱，运将坚持提告。最近没办法付钱哦，那我今天现行犯跟你移送了哦。确定哦。警方依法受理，并收集相关事证，全案依涉嫌诈欺得利罪
移送侦办。这件坐霸王车的代志发生伫4月13日，姓林的查某人随行按照现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尾处检方一查，佫发现伊根本就是挑工坐霸王车的，进前已经有4届记录。头届是3月27日，伫红山叫车坐去林恒，讲要转去提钱，尾处就乱讲走甲无看人。检方表示，姓林的查某人明记知影家己无钱，煞食了再自闭，连续5届安尼做，真正不可取。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2项之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一般啦吼，我若拄到这拢是当作是自己倒霉啦。啊，如果说这个蛮严重，就是直直安尼无，我会较注意，会通报。阮讲讲走车无轻松，伊驶计程车20外趟，久久嘛是拄着一道，嘛是偏懵懵地算家己衰。不如果若像这个查甫人安尼，一届骗过一届，实在真唔通。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场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今年顶半年的南投民间要起焚化炉，这反对团体和警方是发生几落届冲突，有6个自救会成员配合和这南投县政府告因讲毁损、伤害、妨害公务等等。南投地方法院昨日头摆开庭，民间乡长甲20多个自救会成员，也有反对的民众去到法院旁听，也伫咧法院外口画口号，呼吁司法就要点检攻击。南投县环保局是讲，希望大家理性来讨论到这焚化炉的议题，甲这南投的本所问题做伙来解决。司法彰显公义。南投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在7日南投地方法院外口画口号，呼吁司法要展现公义。因为自救会有6个人，互南投县环保局提告，罪名包括毁损、伤害，还佫妨碍公务。原因是伫环评会期间，自救会成员一会场有激烈的抗议行为。因为徛伫岛顶的时阵，无张持。岛啊去害去，咱自救会今仔日有20多个出来甲声援，伫这地方法院开庭的时阵，大家拢伫个内底咧听，希望讲法官会当做一个较公正的审判。今天我没有看到南投环保局的人有任何人来这边了，他们要面对民众了。我有跟他讲过了，如果他们愿意用他们专业来保护南投的乡亲，我跟他们跪，我都愿意的。民间乡长陈汉立嘛到现场支持自救会，伊认为县府的会期4个月中陆续开24天，嘛拢办至南投市，无要去民间乡，嘛无要听在地的声音，地属民怨，确实问题重点。事件为头到尾，没有人想要去伤害人，但是你看南投县政府这样子。他这个叫做官逼民反吼，但一定坚持到底吼。南投县政府有一天一定会遭到报应的。南投环保局是回应讲，反焚化炉的民众一现场破坏刀啊、椅啊，这些拢是公开物件，县府才会提告。政府机关绝对不允许这种破坏秩序的问题发生，所以我们坚持会针对有妨碍公务，还有针对毁损公务，甚至有殴打的伤害的部分，我们都会执行相关的提告的工作。南投环保局强调，无希望看到伤过激动的抗议，嘛袂当因为意见无同就失控。毋望大家理性讨论焚化炉议题，共同解决南投的本色问题。记者杨秀南投报道。有上百位苗栗东路的居民呢，今去到新竹的台湾农林公司总公司和苗栗县政府表达不满，因反对大溪谷土荒处理场设伫咧苗栗东路的农牧用地。居民表示讲，因为开发基地设伫咧这苗栗东路九华山附近，施工会影响到环境，也有水源，要求县政府把这开发案退回。来自苗栗东路的民众，特别展示到新竹湖口的台湾农林公司头前抗议，讲因违反企业精神。昨日下晡到苗栗县政府大声来表达因的诉求。环评公正，守护家园，守护家园。民众讲，因为不满大溪谷土石荒资源堆伫处理场，拍算要组织个台湾农林公司伫东路九华山附近的农牧用地，基地有28.5公顷。若闪过环评，也要甲300万立方公尺应建用村的土石囥伫遮。自救会讲，台湾农林公司为了要收租金趁钱，却是对这个环境造成真大损害。那我们下游的话，你
想想看，那我们承受的那个污水以及水源枯竭这一部分的话，一定重大的影响啊。这个是土石流显示记录的。第二个就是说，淹埋土石流的话，那淹埋下它不知道要挖多深，我们也不知道未知数嘛。民众烦恼，污染水资源以外，也认为对水土保持造成真大伤害。对着地方的质疑，台湾农林公司讲，是要把无伫使用的资产改活用，所以讲才同意走出去。如果今天对公司而言，这块土地是没有在使用，那初步看起来也适合这样的一个开发方向的话，那我们会乐见这个承租方去送这个案件。民众也向县府提出陈情书，表示县府讲，就这个案件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宽评初审，有计划有不足的所在，已经要求业者伫8月初来补件。那目前这个民间的这个案子还在县府审查了哈。那也在环评审查当中，那环评审查完了以后，还有开发计划的审查，那后续还有所谓的水土保持计划审查。主管的水利处讲，会要求业者爱清楚来说明，并且从严审查，也国民众坚持爱铁案，若无会反对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行这款小路啊，爱特别注意你的速度。来看这屏东德产行灾起呢，发生严重的死亡车祸，驶轿车的查甫人含骑奥多拜相载2个少年仔，双方伫咧路口呢，速度拢真紧相落，2台车拢并车落入去水沟底。警方表示讲，骑奥多拜2个人当场就无气，送病院救无回来。那轿车驾驶是轻伤，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车别早起7点外，屏东德产乡的平安路甲永兴路口，一台轿车甲小载奥多拜分别对无共的车路开过来，不止个车速拢无慢，2台车来到路口就安尼弄做过，轿车甲奥多拜拢并落去水沟底，骑奥多拜小载2个少年仔当场无性命现象。附近民众讲，听到声出去看，人甲车拢伫咧水沟底啊。听到响一声足大声的啊！啊，你有出来看？有啊，尾啊，咱在开门了，我有出去看，啊，人在地方是水沟啊。2个少年仔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现场4个拢是车壳的碎片，奥多拜的前轮已经喷出去路边，规台车拢甲碎糊糊。轿车嘛是4轮翘上天，并伫咧沟底。64岁查甫驾驶卡伫咧车底，消防赶到规家人救出来，加载干那轻伤。轿车驾驶讲，伊来到路口看到奥多拜时，已经被负打动。我就过来，因就撞落啊，我就闪啊，啊，速度就快。本案自小客车驾驶人无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厘清。2个少年仔是朋友，骑奥多拜小载要去上班，年纪拢是20外岁。因为双方车速拢无慢，警方表示，详细肇事原因阁需要进一步厘清。不止国民众赛车骑车经过路口，一定爱甲速度放慢，注意附近是毋是有人甲车，安尼才会当确保双方的安全。记者柯家祖、柯超勇屏东采访报道。讲到这中联油品里的这个油呢，验出着苯偏比这款的致癌物，就署公布上届新预防性落架清单，增加169项，当中有401项产品。卫福部长赵忠良在今仔日也针对政策改来改去，向大众回息咧。那在野进前，执意中央一开始是想要暗砍，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也反驳。另外，总统赖清德伫咧民进党的中常会也强调，是按问题完全无讨论的空间，就要检查严办。中联油品致癌物按枪枪管，高雄市卫生局初步再公布新增加29间业者使用着问题的油，其中包括出名的品牌西提、多班欧、汉来海港、福之等，影响着49间业者。卫生局已全面展开清查，厘清第3层及以下相关业者使用状况。另外，台北市卫生局查到南桥遗址使用问题油的7项西西油品，小胖老爹鸡肉钱贵好乐迪全联清华酒店等。食药署嘛公布上新预防性落架清单，增加169项，总计是401项产品。不过，中联厂商泰山垂直再通报，各一批油品验出苯变比超标，当咧追查配合，同时阵消费总计10栋涉案的油品。规涉案问题继续了滚价，不过过程政策一再改变，初步立委直直追问之下，卫生部长涂改表示歉意。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
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下游厂商360家去盘点出来有232项，卫福部跟消委会一一去盘整，一定是耗费功夫，而且也无法实行。那在同样讲，他们就决定即刻要求全力下架，所以没有所谓代表。面对在野党质疑，政府头一时间在暗砍，行政院长窦英台出面反驳，讲会检讨业者自主通报机制，同时嘛展开司法甲行政调查。总统赖清德嘛伫民进党中常会强调是按完全无妥协的空间，要求追究责任绝对无宽容。不过嘛有个业者受害。这个饭团有涉及到使用这个不当的油品。那跟我们本店门市所使用的这个所有的贩售油呢，是不同的供应链。因为查到真侪超商的食品用到问题的油，包括林聪明鸡肉饭丸、富航豆奶经典饭丸等等，引起民众不安。林聪明刷过鱼头，业者赶紧回话讲，问市的原物料甲油品供应的无同，请消费者放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风台巴威特别来咯，大学教练会今宣布7月11、12的分科测验，然后到13、14举行。教育团体表示肯定，也讲这风台过后，考场真有可能会损害去，而且考生若做因为车路长期无到考试，政府就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面对强烈风台包围，大学教练会随即下晡调集相关单位，举行分科测验应变会议，决定要延期。崔培照气象署早起8点的预报，确定7月11、12的分科测验，要顺延到7月13、14这2天举行。最严重的时候是10号的下午跟11号的上午，这个2个关键的日子啊，一个是考生的这个市场的查询，另外一个7月11号也就已经开始了进行了考试，所以为了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啦，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2天。大考中心提醒考生，敢若考试日期顺延尔，在1个物理、化学、数学加生物第13考试，12个历史、地理、数学1、公民甲社会第14考试。所以，我们已经公告的应试号码与考试地点都不变动。无论是倒一天考试，拢干来当伫12礼拜下晡4点到6点去看市场甲座位，配合分科顺延，甚至改做8月初3公布。登记分发志愿是8月初5到初8，8月17放榜。台湾教育产业工会肯定这届延期，以生命安全做上优先的考虑，应该搁再盘点监视的能力，将有补偿，嘛要落实市场环境的安检，建议考生受灾补救措施。因为学生来自于各地方，那万一灾情会让孩子无法出来，那这个状况的处理比较麻烦。那因为这是个案，但这个个案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升学权益。教育部讲，市府监市场员有退补机制，若是有津贴补偿的需要，会搁研究。考生若是因为风台的灾情，无法度顺利到考场，会当提早去考场所在地，计出来费用会当申请补助。原住地的地方，因为停班停课，他必须要提早出来，他有这个额外的交通费用需求，或者是住宿需求，都可以检具呢向大考中心来提出做这个补助的这个申请动作。教练会表示讲，会照目前所有当掌握的气象资讯，做有防性的应变。不过新闻稿嘛讲到，若是后续因为风台移甩的速度上慢，还是影响的范围扩大，影响到考试的进行，会看状况调整。另外，佫宣布应应措施。有考生咧祈祷讲，风台赶紧走，唔通发生重大灾情，互伊赶紧考煞紧解脱。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10点外，这台北市的敦化北路车路熊熊落落去，甲这地下的加速管线地歹去，引起加速泄漏。市政府初步判断，就可能是隔壁的大宿大楼多间工程所引起的。目前落落去的范围无扩大，工地也向下令停工，也有开罚单。那相关的情形呢，阁爱详细调查。真侪车伫车路驶来驶去，向向看到一个交通顺的警示，游客进来看，路边立队出现必顺，所有来几片拢立落去。拍下来啊！听到声音啊，我们管理员出去看。为什么这个地方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有时候施工的话，我们的电视还有时候会中断。案发的现场威风所线，就伫台北市松山敦化北路的巷仔内，差别早起10点外，无已经发生立落去的情形，变做一个大坑，有1公尺深，灯块有3公尺含2公尺大。亚速的讲说讲红地甲破去造成漏泄，经过消防检测，那现场有火源有可能会爆炸，相关单位紧指导。
刚好是在就是中餐的那个黄金时段，有那个电话打来订位的客人就只好先推掉。我很小，完全没办法让我申请，我就只好预约的客人一个一个打电话跟他们讲，那也对不起客人。我到厨堂用持续超过2点钟，店家真无奈，当时中昼食饭时间，只会当主动来取消定位，嘛有真侪业者是直接打广告，暂停营业1天，生意受到冲击。旁边的建筑工地在进行连续壁开挖的时候，有细流沙流出的状况，已经紧急做回填的处置。那因为道路已经因为细流沙的路基流失，有一些塌陷。挖坑一边都是台塑大楼都经新建工程，委托中华工程来施工，台北市府的团队和土木技师操盘，就像我地下室的连线壁，引起4里路基流失，这变做大坑，好在在这马范围是无再再扩大。整个影响的区域大概就是这个局部的大概2米乘3米左右一个范围的一个路面下陷啊。那就周边的建筑物，就我们初步的了解，其实建筑物没有产生结构上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安全无虞。面对这个事故，台北市立9万咱目教场勘灾，目前工地已经向市府下令停工，监管处嘛照建筑法规，发生责任和减责任各处上重的9万的罚款。中华工程是回应讲，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责任的归属，搁要等进一步调查厘清，会全力配合各项调查，持续办理安全监测和复原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国军面对着这少件华工部长郭立雄就表示，规划2阶段举办全台湾9大军事院校的卫校进步交予保全负责。第1阶段对今年9月初一开始举办。另外，针对着基层军事官人力不足，国军明年要重新启动预备军官、预备士官的考试。车卫兵检查阿兵哥对入去军校营区的车来做身份的查验。全台各地军事学院交予志愿役的勤务部队来做这个骑卫兵检查任务，严格种囡仔死少，兵员减少。国军想要试办，予保全警卫来军校做卫兵检查工作。为了减轻人力负担，国防部针对全台9处的军事院校，9月起试办外包卫校业务。第一阶段锁定国防大学等5处进行试办。军事院校在今年9月1号开始，国防大学、陆军官校、海军官校都会先行试办，就是不需要由军人去。是什么时候开始？今年的9月开始。国防部规划2个阶段试办，第1阶段9月初开始，先是国防大学3个校区，陆军官校、海军官校总共5个所在试办。第2阶段是模拟元旦开始，各有陆军专科学校、空军航空技术学院2个校区，中正5校总共4个所在试办。严格专家提醒，民间保全好歹素质无齐全，所以讲伫人员资格审查，国军必须严格，避免有心人士来渗透入去学校。你总不能说里面有匪谍吧，对不对？有共谍这种总是说不过去。我们知道很多退伍军人都担任这个行业，没错吧？对不对？所以他应该也是有一些公司是相当有水准跟纪律的。另外，国军稳装问题也有用的招募兵员是逐年减少，军全军的表现比率是80%嘛。国军推出放宽入营精选条件，提悬新式台步，予志愿役人力来增加5000人。严格基层军事官员不足，郭立雄提出解决方法。事实上，4个月是不可能成为士官跟基层的军官，1年期就可以了。那1年期的话，那我们现在明年这些大专毕业的人，那我们让他可以去考预备军官或者是预备士官，那我可以充实我们的基层的干部。对着1年期义务役招大学毕业生，基层干部服役人数有希望增加。郭立雄讲，规划义务役伫战斗部队服役，应领到战斗部队加级，未来也会纳入后备兵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说，中国一直在扰乱台海，甚至试射飞弹，引起太平洋附近国家的不满。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霍斯受邀请来参加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伊就讲到中国想要建立新常态，正做一个做法，国际社会爱保持警觉。那海卫会主委关佩玲也呼吁民主国家爱建立预警处理机制，反对中国改变现状。Listen up, China Coast Guard 14602. This is Taiwan's waters. This is not your waters. 海巡人员用中英文相互广播来赶设备赛时，又过来侵了金门10口尾海峡的4只中国海警船，双方对峙将近3点钟。中国近年来一直侵了，最近更加向太平洋试射检查弹道飞弹。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设备伫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就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共同建立预警处理机制，卖互中国亲像切灌墙相款的渐渐推进方式改变现状。
我们必须讨论我们要维持的现状是什么，哪些行动正在侵蚀现状，灰色地带侵扰的黄线在哪里，红线又在哪里？我所说的黄线不一定意味着军事的反击，红线也不应该等到战争爆发才存在。We must enhanc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capabilities regarding maritime activities. Technology such as satellites, sonars, sensors, and uncrewed systems will all help to detect aggressive actions and enhance transparency. 国在此团访问台湾的民主党籍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也受邀请参加，对中国进行讲在台湾东部海峡进行执法巡查。达克沃斯讲，这是中方想要建立新的正常的制裁法，那台湾国际社会都应该保持警觉。China is trying to establish new norms that are not in compliance with wha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agreed to and ratified. And we cannot allow them to do that because they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and expand that. And it has global implications. This is just as important to the Netherlands as it is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is to Taiwan. 达克沃斯也讲，台海安全对全球安全甲经济拢非常重要。因为前一天会见罗总统时，达克沃斯讲，家己是参授会了后头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希望传达美国对台湾所讲的、所答应的，一直坚定不移，而且跨党派支持不变。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对台湾威胁点伫咧台湾的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正在台中演讲了后，说互中国籍有香港护照的查甫人攻击。石板明夫也伫咧面册顶头铺文，呼吁政府唔通甲伊当作一般的伤害案，就要去调查伊背后敢是有组织，也要检讨入境的安全机制。另外，有民间团体今仔日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呢要检讨入境审查，也个强化反渗透法。伫台湾的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顶日在台中演讲了后，互一个有香港护照的查甫人攻击，嫌犯在犯案了后，阁要坐回轮机人港离境，加在伫登机进前，互警察掌着。代志发生了后，石板明夫嘛伫面册普文表示，台湾政府毋通甲这件代志当作是一般的伤害案件，就要调查背后敢有组织介入，嘛应该检讨入境的安全机制，避免有人利用台湾开放甲自由的环境去犯案。中国伸黑手。台湾不低头。那拜三有小党伫立法院头前开记者会，认为这个代志毋是单纯的治安案件，谴责中国下国镇压，嘛强调台湾社会面对暴力袂退让。常年用文字来批评中国威权的媒体人，但是却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暴力的攻击。出手的则是一名持有香港籍身份的廖姓男子，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算计得非常清楚。就像是一套事前先演练过的行动。民团指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7日实施了后，外界就烦恼中国可能用新法甲批评中国海外人士施压，甚至透过威胁、暴力等等的方式影响言论自由。针对这摆攻击案件，民团是呼吁检调来厘清事件背后敢有人咧操作、出钱甲协助犯案。我们要全面检讨国门以及入境的审查。绝对不能再让有心人士利用漏洞来残害台湾的民主以及日常生活。立法院必须加速通过境外势力代理人法，并且全面补强反渗透法，吓阻力不足、过度依赖法官自由心证以及规范限缩的现况。民团嘛要求政府检讨入境审查国安机制，加强反渗透法相关规范，强化反制境外势力的力头。总统府拜一嘛谴责中国，讲这个案件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了后头一个发生伫台湾有下经典嘛性质的暴力案件。那案件背后敢有组织介入？目前司法单位正在调查。记者郭志勇、谢桂林台北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这经济部含公建议拜三发表国产的4卡机器人研发平台，完成巡检、物资运送、消防救灾等等的功能。希望未来呢会当建立到机器人自主技术，也个飞航供应链。消防署表示讲，这款机器人未来会当成立去火场，也个建筑物放落来等等的高风险环境，降低消防人员救灾风险。机器人家己晓爬楼梯，嘛晓侦测环境适应复杂的地形。未来这款机器人凡细嘛得用伫巡检、救灾等等的高风险场所。出发。机
经济部甲工研院拜三发表国产的4卡机器人，其实伫美国、中国、欧洲等等，拢已经有甲这款机器人用伫咧基地巡逻、设施境界等等。咱国的工研院表示，这届和民间共同推动的4卡机器人研发平台嘛，已经完成自主导航、地下崩坑的巡检、运送物资、甲消防救灾等等功能的验证，希望建立自主技术甲飞航的供应链。氏族机器人的研发的时候呢，工研院事实上不是关起门来做，我们联络了非常多我们国内优秀的厂商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开发这个产品能够应用到我们各项的不管是在民生或是在工业甚至就是说我们还有许多的一些未来搞不好还可以发展成国防上的一些应用的需求。面对救灾需求，唔但认为火烧以外，台湾嘛有地震、洪台等等一寡天灾。上述表示，未来若当着火灾、建筑物放弃等等，这款高风险的灾害现场，嘛会当用机器人先去收集环境的资讯，降低消防人员执勤的风险。它有侦查的功能。那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掌握人命的这个受困的位置，以及现场有哪一些风险包括温度，包括里面的气体等等。经济部表示，台湾目前发展机器人的阶段，会优先用伫巡检、救灾等等，未来嘛有可能甲技术用伫工业、国防等等的多元发展，希望会当建立国产智慧机器人的生态系，提升产业的竞争力，甲国家的韧性。记者郭志勇、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咱国内呢，这碰层回收拆就拆袂离，宜兰各乡镇的清洁队这碰层是蹲干那山，有公所提案争取这县政府来编预算，设专自动的碰层破碎机。不过县政府评估了后，认为讲一台机器要到3000万，而且佫爱保养，拍算要互外包厂商来处理。一顶搁一顶的冰层，这伫回收场要甲拆开是无简单，需要真侪人工甲冰层内有价值的镜仔甲布料分开，才通回收。宜兰宜山乡公所清洁队就表示，因为人力不足，一天敢若会当拆3-4顶，正已经借400多顶，还未处理。我们其实公所的人力也有限，那除了本身的清洁队的就已经业务很多，还要再分人力去做那个的话，其实负担蛮大的。目前宜兰干那宜兰市公所清洁队有一只半自动冰层破碎机，一年会当处理差不多7000多顶的冰层。不过半自动破碎机同款需要大量人力，甲破碎了啊镜仔甲布料分开。公所干那会当请地检署的物业来协助。所以如果全县做一做，其实量能会不太大。其实你说破很快，可是现在全部卡在人力分选的问题。这几年民众的生活品质提高，冰层汰换频率增加，要安怎快速气化，就是一个问题。真侪公所拢会拄到清洁队无够人的困境，有公所就提案，希望宜兰县政府会当编预算，下一只专自动冰层破碎机，协助各公所的清洁队处理冰层。环保局规划。朝向委托业者来以开口契约的方式到各公所来进行破碎。根据宜兰县环保局统计，规个县目前回收的冰层差不多有3000顶，今年阁会增加1000多顶。环保局表示，经过评估，买一台专自动冰层破碎机需要开3000万。不过因为效率真悬，会变做真侪时阵拢顶伫遐，保养费阁无俗，无效益。未来会透过合约方式委外请厂商协助各公所处理冰层，一年只要开8万块，效益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博物馆的职工，长期以来伫收藏玉仔，伊收藏30年，300多件玉仔拢捐予大博物馆，加做公共资产。官方也特别举办特展，希望民众来遮欣赏玉仔的工艺之外，也会当了解到玉仔的历史，也佫较侪科学知识。这个是蝙蝠，然后喜字的搭配就是一个喜上加喜哈，天鹅穿帘啊，就是天作之合哈，所以这个都是跟这个婚姻美满的这个寓意相关的哈。学者详细解说玉仔的图样所代表的意义，比如若看到蝴蝶，就代表双双对对；若有果子，就是子孙满堂的意义。玉仔伫咧东方文化内底，毋但装饰的作用，也有对生活期待甲祝福。设备台湾博物馆开办玉仔特展，所展览的玉仔是旧年来伫博物馆做志工的石佩莲女士的收藏品。因为我收藏的时候，我不是管年代的，不是管它值不值钱 ，OK， 我是看它的含义。当你看到那个小小的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在你脑子里头。它给了你一个社会的背景，给了你一个文化的延伸。
谢律师委托学者经过一档的研究甲资料整理，甲伊收藏30年302件艺甲关乎大破馆。官方表示，这届艺甲特点也有一部分是谢律师个人的设计。特点除了会当互民众了解乐器的文化印记，嘛通看到全球乐控的特色。这些物件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物件，你会看到非常多很漂亮的组合。这些玉器、这些收藏呢，台博馆在这一批之后，应该也有机会变成台湾最重要 No.1 的这个玉器收藏的这个博物馆。大博馆表示，这届展览对7月初8开始到明年1月，总共会展出62件乐器。博物馆希望民众除了欣赏艺甲的美学工艺，也会当愈了解恐怖学的知识。记者郭耀基、林秀凯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纽约。讲到这纽约的曼哈顿街顶呢，真正是飞水又抢全球总部的37层大楼，目前当咧征收。若查7则就通报讲，这大楼的态度开始落落来，而且结果条柜拢变形，而且有一寡楼层是落落去。警消人员赶紧甲居民疏开，封锁附近的车路。纽约市长强调讲，这栋大楼的状态是真无稳定的。纽约曼哈顿第一大道、第三大道之间的东40街到45街，目前是全面封锁，人甲车拢禁止出入。纽约市长曼达尼证实，这栋37楼高的大楼状况真无稳定。Two structural columns have buckled, in addition to multiple cracks and sagging floors. The building remains unstable. 这栋伫咧纽约中央车头附近的大楼，正正是跨国制药公司辉瑞的全球总部，1970年代所起的。原本是做商业办公室，即马要甲改做高级公寓，按算会有1600户，超过36000平。初7早起所通报讲，大楼有落太路的状况，附近的徛街、办公大楼、店家民众拢紧急疏开。And since we arrived on the scene and put that in place, we have seen continual movement. It does mean that it is not yet stable. It is still a very serious and dangerous situation. 目前确定大楼的21楼甲22楼有2基条歪曲变形，21楼到26楼继续咧崩。即马曼哈顿市中心竟然有大楼可能会崩，附近的居民拢真意外。A little shocking, confused. I find that surprising that we're having in the middle of New York City an issue about a building collapse. Yeah, I don't know. It's surprising.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负责上班甲徛街专案的纽约市处提局，赶紧寻准现场的包厢，安装临时条辅助。相关单位监控建筑物受损的所在。目前临时条只是初步的措施，后续的稳固工程会阁继续做一段时间。公司新闻警员评编译。来看德国的东部城市德勒斯登是这科学产业的重要据点，虽然出现这欠工的问题，当地政府呢也开放外籍人士来这做科技产业的头路，甚至已经有公司专门伫咧协助处理外籍员工签证也有生活等等的问题。那阵台积电伫遐设厂了后，未来也将有可能会聘用全世界人才。伫德勒斯登一年一摆的半导体业的盛会顶悬，世界拢当看到对印度来的。德国最近几年是积极在找对印度来的人才，钢铁师罗伯就是其中之一。伊伫德国前后已经做工课做10档啊。The people here are also quite open. They are friendly. You just need to learn to understand how they work and what makes them tick. And yeah, I know the German languag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sounds a bit harsh, and you think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you. But if you get to listen to them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re saying, it sounds much different. 德勒斯登是欧洲上大半导体主路，有真侪经伫国际上做生意的大厂。台积电子公司欧积电的预定地当加金赶工，当地阁有公司专门解决外籍员工的签证和生活适应的问题。Dieser Halbleiterstandort sich immer dynamischer entwickelt, weil die halt sehen, auch hier gibt es nicht nur einen Arbeitgeber, nicht nur ein Global Foundries oder ein ESMC, sondern es gibt sehr viele. Es gibt ein großes Ökosystem, auch viele Zulieferer und der Standort ist auch mittlerweile sehr international.
这个是面对真严重的欠劳动力的问题，对软体、电子工程师和护理人员的需求，尤其是真需要。因为安尼，最近几年是台湾放宽签证和入籍的标准，希望会当省海外人才。其中对印度来的是成长上紧，目前已经买30万人，是10年前的3倍外。欧洲店的办公大楼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明年底量产进程会请2000人，到时一定会向全世界的人才来下手。Semiconductor community after ESMC also gets fully launched will definitely evolve because there is talent gap, which inherent local talent gap exists, and that also means that there will be a requirement to actually get more tal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would say that it will only go in good direction. We will have more diversity, people will feel more comfortable, and the world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global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德勒斯登是以纵观的国籍成各国的观光客来，本身国是高科技重镇，对印度来移工主要是做资通讯和半导体产业，城市的环境包容佮多元，完全无排外气氛，对外国人相对友善，变作技术移工的首选。德勒斯登是欧洲半导体制造的心脏，聚集了博士、英飞凌等大厂，来自印度和全球的专业人才，现在成了维持这里运作的重要力量。以上是公视国际记者林玉丽来自德国德勒斯登的报道。咱这回来看明仔天气。吉隆台北汤圆新潮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